在治水方面，现在目前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就是所谓的西尾滞洪池。在之前曾经就是会提过那第六合专局这边耗资了2亿4千多万整治了滞洪池之后，在黄市长这边在我们水利局这边又在编列了4400多万，做一个相关的这个景观设施。入错林呢有2条箱涵，就在107年跟108年做的，这个做起来对我们那个排水改善功能很好，这个柏油铺得很平坦。阮所邻里甲所属里，这段时间就是拢做庄内、里内道路、下水道全部拢有改善，改善了抽水站嘛来加完成。这段时间来，庄内就袂吃水啊，无过去变咧落雨，庄内大家就坐咧等，变落雨水就起来。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台南市安定区临近南科园区，近年受到园区外溢效益带动，许多周边建设和劳动人口也渐渐落脚在此。因此，台南市政府也核定了安定区都市计划变更，并且新建了许多大型工程，未来发展指日可待。像是交通方面，预计开辟南科特定区的计划道路，疏解尖峰时间车流问题。而民众最关切的防洪治水上，西尾滞洪池、港口滞洪池都投入大量经费进行营造工程，就是为了希望有效舒缓安定区排水淹水问题，让市民住得安定，心也安定。接下来我们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3个滞洪池。一个142万栋的，一个80几万栋的，88万栋的，还佫有一个这3个滞洪池就会当落大雨的时阵，水排对遮来，闸门溪边就袂讲一时间排袂出去，尤其闸门溪水重的时阵，水门爱关起来，关起来的时阵你内面的水就排袂出去要排倒去就排来遮来，会当来冻一时啦。会冻一站等闸门溪的水降的时阵，水门开才佫流出去，这就是调节的功能。所以治水是咱上重要的。第二，当然咱嘛需要一个休闲的空间啦。比方时的时阵，大家咱来遮做一个公园，看落日，也是讲咱即摆未来佫用一寡设施，咱的少年仔会当来遮拍球，也是做一寡其他的活动，当然，咱是希望讲甲打造安定，会当互一个较好这个生活较好休闲的所在。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伙来关心。由议员柯玉玲发起，包括陈坤和、林义莹甲罗坤和等议员拢站出来共同关心，针对两家牛埔被列为地景公园甲自然保留区以后的环境，虽然该案对原本的废弃掩埋场空间较大，已经顺利通过自然地景的审议。不过，因为废弃物掩埋场的环评也未撤销，原本开发的场址，包括私有地等嘛拢无列入自然地景，两家工业区嘛也未改变等问题，拢互地方相当忧心。发展这个自然地景的观光，跟掩埋场这是2回事。自然地景成立了，可是掩埋场的执照没有撤销啊，掩埋场那块土地没有归还给国家，掩埋场那块土地还是属于掩埋场业者的，所以掩埋场的执照没有取消，跟地景的发展这是2回事。市长有你讲，如果把欧新股份有限公司所拥有的那一块土地，把它纳在地质公园里面，征收的经费上它没有钱，那可是那一块土地才是最具备争议的地方。
那如果没有把它放在自然地景或者是地质国家公园的范围内，那这样的一个状况是不是符合我们的台南市的一个国土计划未来的发展？除了牛埔指定成自然地景以后，如何停止掩埋场的设立，原本港区嘛无应该存在，甚至如何甲西部滨海沿线观光结合，打造山海连线的观光前景，拢使人期待。所以会中众人嘛发出先讲一大半，后壁继续拼的心声，期待政府应该提出具体解决的方案甲时程。先讲一大半。后壁继续拼。内新闻军及何乔芳采访报道。议会定期会上午进行联席审查，会中社会局将对台南市社区活动中心的内进评估整建，向中央争取前瞻基础建设补助，包括后加男性、绿行、幸福这3位提案，总共2200多万。市区要负担1655万的配合款。虽然会中这些议员并无意见，不过议员传回质疑的是，确保这些社区活动中心嘛拢真稳固，到底如何公平审查、才法度补助，积极向当地来清明。我台南市安尼走，来台南市看因我都拢足随原属的台南市啦吼，即摆咱我你平的破闹闹有个交标，做伙我你还唔免爱政府强，别位爱政府强，安尼我的区长吼，大家爱拍下声啊！你论上是无爱呢？你也去看我的活动中心哦，有时吼，几十年前起的交标，甲做伙大家拢足危险的，记得我你拢无啦，拢别位拢有啦。我是讲你那小可注意者哦。最主要是公所吼，对这个活动。对啦，安尼公所无认真啊。有要运用啦，有要再运用。比如说有需要立案还是怎么样，他就会做这样证出品跟详品，所以说他们就提出这个不用心啦。我感觉我那公所不用心啦，叫资源用抢。家伫属地城乡差距照顾确保相对较弱势部分，议员伫艺术厅持续强调，政府伫资源分配一定要合理，才是县市合并的美意。但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2002台南自动化加智慧制造展。4月2日，伫南胖世贸展览中心举办盛大开幕典礼，活动邀请到经济部工业局助理秘书周崇斌、副市长戴谦、市府经发局主秘王俊博、台湾机械工业同业工会名誉理事长柯拔西等贵宾，甲主办单位工商时报社长陈国伟共同剪彩，为展览各具事务。请用钱。Hello， 嘿。谢谢。来，让我们来，工作人员请先帮我收剪刀。很荣幸在大家力挺之下，我们这届的展又是创了一个满展的一个规模啊。我们今年参展厂商有240家，那参展的摊数是950个摊位。那这个摊位呢，基本上是去年也是满的哈，今年也是满的，显示在经济部工业局还有台南市政府大力协助，还有各位厂商的力挺之下，工商时报在南台湾的机械展呢是越办越好。那去年我们也差不多同样的规模，5天的展览，总共创造了3.6万人的一个参展的人次。那衍生的商机是差不多新台币6亿。那我想，因为今年的景气比去年还要好，所以我认为今年的所有的参展厂商的衍生商机应该会超过去年新台币6亿以上。今年的台南自动化智慧展再度破纪录，总共有240间厂商参展，现场有高达950位单位。开展的第一天就吸引比往年更侪参观人潮。经过展览，有估将会当载来超过6亿商机。这互市府非常感谢主办单位《工商时报》伫办展览的长期经营。有来看的，有买的超过6亿，所以我想今天呢，这个布局呢、板局，这个产值呢，一定比6亿更多。所以呢，我们跟社长呢，这个鼓掌谢谢一下。台南自动化加智慧制造展。展览的时间为4月2日到4月2日，每天上午10点到下晡5点，入场以实名制、凭名片，或者是写问卷，
会当免费换证入场。民众若是对展览有兴趣，嘛会当伫脸书搜寻自动化机械展，就会当查询到展览更侪内容。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每年4、5月份是缴税季节，对4月1号开征的使用牌照税，今年因为劳动节补假，缴纳的期限延到5月3号，希望民众把握缴纳的期限，若无每超过2天，将加征1%。如果无收到税单，忙喺线顶查缴，或者是利用税务局坐点跨区来申请补单。你用身份证字号加车牌号码，那法人的话是用统一编号加车牌号码，这样就可以直接来我们那个税务单位或多点跨区来做补单的动作。多点跨区有那个地震啊、监理站啊、区公所啦，这个部分都可以来补单。那你如果假设你因为你的工作关系不方便，打电话来补单，我们也受理。你缴纳的管道除了金融机构，另外税额伫3万块以下，忙个利用超商，或者是透过自动柜员机、信用卡、甲电话语音、晶片金融卡、网络转销等。我们的缴纳管道很多元呐包括了那个晶片金融卡，最方便的是在超商缴纳大概有8种缴纳的管道这个部分就是超商是比较方便大概在3万块以内的都可以在超商缴纳。另外，如果缴纳义务人因为疫情的关系受影响，无法度伫个规定的期限一改来缴清，嘛用个申请延期或者是分期来缴纳，上长会当延期1档，或者是分3年36期来缴纳。民众用个上税务局的网站来申请。台南新闻联跟采访报道。4月2日，伫成功大学综合厅登场的台湾有爱，爱在台南爱心捐赠仪式，伫台南市不动产中介工会理事长黄明成、台湾房屋事业总部总经理林培文、市府地政局长官丁贵斌的共同见证之下，由台湾房屋台南市品质促进会会长张文龙联合台南地区28间加盟店爱心采购260箱的往来，转赠予南部22间弱势团体。场面隆重又够温馨。台湾房屋一直都把就是台湾的一些人都当成一家人啊。其实我们这个也不是第一次做了应该是说总部那边也经常就是跟育幼院那边在做捐献等等那当然呢我们刚好呢在去年。我们也到启智学校去帮就是呢那些比较不一样的小孩子然后呢我们也跟他们呢互动除了捐赠以外我们最主要呢是要跟他们互动，我们要了解他们，也要让他们知道呢他们呢都是呢我们社会上呢非常关怀的一群人。非常感谢台湾房屋能够共襄盛举来协助认购凤梨，然后认购的凤梨又能够转赠给像这些弱势团体，让他们能够感受到社会的爱心。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那今天是非常高兴能够来参加这个爱心捐赠仪式。那我在这里也祝福那个台湾房屋整个业务能够欣欣向荣。这次代表受赠的单位是台南市私立菩提林教养院、台南市私立丰德教养院以及屏东县私立基督教博大尼之家。因感动表示，也感谢台湾房屋的爱心和关怀，也欢迎社会大众到伊参观指教。感谢台湾房屋，就是对我们做捐赠让我们服务对象呢可以感受到外界给我们来
来借着爱心。那也希望大家就是有空闲的时间呢，也可以来我们教养院来关怀我们的服务对象，也给我们的服务对象做鼓励。主办单位台湾房屋台南市品质促进会会长张文龙表示，这次的公益活动是由台湾房屋台南地区28间加盟店共同齐心携手促成。所有的店主感觉会当帮助到古农，嘛会当关怀弱势，对着这款的公益善举拢真支持。也希望透过分享这爱心往来，让弱势朋友感受到满满的甜蜜幸福感。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然后甚至你在聊天的区块，它其实也会有一些广告。政大传播学院广告系老师收集各种广告案例，在课堂上播放给高中学子观赏，让同学分组讨论，看看是否能分辨出究竟是广告讯息还是一般的内容。由于置入性广告，也就是俗称的业配，充斥在各类型的节目、社群媒体，甚至是新闻里面。老师期盼同学未来在看讯息时，能多深入观察与思考。到底他们看进去的东西是真的是内容呢，还是其实是广告？那这个东西，我觉得就媒体视图这整体来说，它其实因为广告已经成为内容的一部分的时候，你必须要能够去看。那对乐听人来说，当你知道它是广告的同时，你其实是可以去有更深一层的去思考。因为我们平常看到广告，就相对来说的那个防御机制会比较强，然后批判能力、思考也会比较多。但当你以为它只是一般性的娱乐内容，但它却其实是屏蔽式广告的时候，那这个对乐听人来说，他其实在处理这个资讯，他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机制去帮助他想得更周全。听过这堂课，就是会对广告还有背后运作方式，然后还有它的就是会。之后看到广告可能会更深入思考，而不是单纯看到广告说哦就是广告而已了，就是会去探讨说，它是怎么样去，就是对我们就是要去宣传它的这东西啊，就是可以有更多方面的就是讨论，对，就是看到广告不会就只是看过去而已，就可以想到更多的一些内容，就是会去判断它的真假。然后还有一些就从不同角度思考，就不一定他讲的就是真的是那样。特别是青少年每天可能从手机接触到大量的广告资讯，老师也引导同学思考广告背后的目的，以及广告可能没有告诉你的事，加强个人的反思能力。接触媒体的时候，如果没有从小就去多一层思考的话，就会担心说这样子会不会影响他们的世界观啊，或者是他们去思考议题的方式。那所以说，希望今天教给他们的内容是可以帮助他们多反思。那今天其实喜欢广告也很好啊，但是当你知道它是广告之后，去反思那样的内容，去做出的判断，相对来说对消费者或者是以乐听人的角度来说，它都会是更健全、更好的一个方式。为了提升学子的媒体素养能力，中嘉达胜集团与政大传播学院特别合作，尝试规划系列的媒体识读微课程，在授课老师丰富的教材引导下，让学子们能将所学的媒体素养观念落实运用在日常生活中。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长期甲声带病院设立联名的卫福部台南病院，对今年4月份由声带进行外科8分治疗团队来正式进驻，无论伫个急性的空喙照护甲重建，或者是8分预防甲治疗上，拢有真大的帮助。甚至传统无建议开刀治疗的谢祖宗，声带嘛伫个2019年发表台湾第一篇使用手术合并放射治疗的国际论文，引进多项先进的8分治疗技术。因为我本身长期在做脂肪干细胞研究，我们知道说，其实脂肪细胞里面都有一些干细胞，它可以让整个疤痕重新再生长、再活化，而且也可以抑制这些发炎。所以不管是在烧烫伤持续长久的这些烧烫伤的这些病人，我有很多就是一些烧烫伤的病人，他的那个疤痕持续疼痛，打了这些脂肪干细胞的这些，应该不能够叫脂肪干细胞，不好意思，叫做脂肪细胞。那这些打了这些脂肪细胞之后，其实它的发炎就会减少，它的疤痕就比较不会疼痛，对它的生活品质其实改善很多。那在
再加上说这种美容这些效果，其实对病人来讲，不管在美观上或在功能上，都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注意。所以这个也是整形外科的专业，从这个抽脂，然后到脂肪的离心，然后怎么样萃取最好的一个部分来做一个移植。新台病院疤痕治疗团队的进驻，抱着整形外科医师对裂空喙甲疤痕的处理专业，亲像这名29岁的女子，因为血脂重，虽然开刀治疗的时间才是2点钟，不过敢若是天的时间，因为要填4-5站，可能就需要3-4点钟。医师强调，通常疤痕拢是伫咧皮肤层，不过透过内面的肌肉一站一站来填。就用来减少疤痕的产生。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新台儿童精神科医生李博伟认为，要防范情绪风暴产生，平常时就应该要注意囡仔的日常，观察青少年情绪、反应、态度、学校表现等，若是有异常的改变，比如是学业退步、自我照顾能力变歹、困眠障碍、面无表情、话变少等状况，就要注意敢是有忧郁症。在最近临床当中发现说，有许多青少年遇到一些情绪障碍的问题，或者是说在家长或者学校那边遇到这样的状况，都不知道该怎么处理。那事实上我们在一些临床的发现以及一些研究调查发现说，青少年有这个忧郁症状、情绪障碍比例其实占一定的比例。那所以其实及早期作为这样子一个介入跟一些处置，对这些青少年的状况是绝对有很大的帮助。比如说减少一些自杀或者自伤的一些风险，那也减少一些像辍学、拒学的状况。那能够做早一点的评估，在青少年有一些不一样的状况的时候，比如说他的情绪变化或是一些生活功能上受到影响，能够做早一步的一个进一步评估处置，那甚至需要做一些药物等等的治疗，这对青少年会相当大的帮助。根据国民健康署统计，台湾15岁到17岁青少年有6.8%罹患重度忧郁症，一年内底有将近700名青少年自杀未遂。医生表示，无参照成年人，青少年忧郁症状无典型，容易因为表达能力不足，无度主动讲出内心话，互家长误以为是叛逆期，造成延误就诊，也则是治疗时机。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台南市一名26岁林小姐，因为工作压力大，逐工会知影就是靠咖啡来提神。伫咧持续4-5天以后，不但有胃食道逆流，而且发觉只要无啉咖啡，就会头壳痛。经过台南市立病院家医科的诊断，发觉是咖啡成瘾的症状，除了靠药物来治疗，另外嘛建议患者对咖啡爱来减量。一般常见咖啡因成瘾的症状的话，包括有头痛、精神不济、疲劳或者是暴躁易怒等等的现象。通常呢，对于长期使用咖啡，某一天突然停喝的人的话呢，很有可能会发生。这时候的话，如果要处理咖啡因成瘾的戒断症状的话，大概有2种方式。一种方式的话呢，就是每一个礼拜这样子逐步减半。好，这样子相对来说呢，戒断症状的话会变得比较轻，比较能够忍受。另外的话，如果嫌就是还要花好几个礼拜这样子时间太久的话，可以考虑呢直接完全停喝2到9天。那如果中间出现了头痛的症状的话，可以使用不含咖啡因的止痛药止痛，或者是呢选择在休假日的时候呢进行完全戒断。许委员医师强调，其实咖啡对人体嘛不是完全无好处。适量的咖啡除了用来降低第2型的糖尿病、结石、甲痛风等。医师建议，所谓的适量，就是一天袂用超过400毫克的咖啡因。以市面上一杯中杯360cc， 咖啡因大约有150到200毫克，因此一天上好唔通超过2杯。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纯，咱再会。